企喺中間呢個人呢，係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，同佢握緊手嘅係埃及同埋以色列嘅前領導人。喺93年都有一次類似嘅場合㗎，同樣見到美國同埋以色列嘅領導人，不過呢一次呢，就加埋巴勒斯坦添。呢兩次都係極具爭議嘅歷史時刻，係為咗穩定中東幾十年以巴衝突嘅中東和約，亦都因為咁，呢5個人都分別獲得諾貝爾和平獎，同時令其中2個人因此被暗殺。呢啲好不容易爭取翻嚟嘅和約呢，喺上個禮拜被一班武裝分子撕破咗。點解中東維繫和平幾乎係不可能任務呢？又同以巴衝突有啲咩關係呢？ Ongoing Holocaust against the Palestinians in the Gaza. Its nature has deep roots and rather intractable. 成個亂局源自於中東一幅細小嘅土地上，呢個相傳係耶穌出世嘅地方，亦都係伊斯蘭教創教人穆罕默德升天嘅地方，同時亦都係猶太教嘅發源地，所以以色列係被譽為地球上最神聖嘅地方嚟嘅。不過自16世紀以嚟咧，呢度本身係被稱為巴勒斯坦。咁嗰陣時，巴勒斯坦都只係奧圖曼帝國裏面其中一個地區。直到一戰展開，基於呢個多元文化嘅帝國住咗唔少阿拉伯裔人口嘅。戰爭期間呢，英國就同當地嘅阿拉伯領導人侯賽因秘密通函。嗱，呢一個同薩達姆侯賽因係兩個人嚟噶吓。佢就話：如果你吹雞帶阿拉伯人起義對抗奧圖曼嘅話呢，之後我哋將會承認一個統一嘅阿拉伯獨立國家。點睇啊？阿拉伯人本身都已經不滿奧圖曼帝國噶啦，所以岌咗頭。奧圖曼2年就被攻陷，侯賽因亦都順理成章繼承咗成個地區。冇玩啦，邊有咁便宜啊？侯賽因細估唔到，原來英國同埋法國居然有台底交易。佢哋根本冇打算過交笪地俾阿拉伯人統治，而係將呢一塊肥豬肉一分為2，響中東插旗。英國就將佢粉飾成我哋唔係想殖民啊吓，我哋只係想暫時打理住先，等到日後阿拉伯人能夠獨立起上嚟咯，咪交還翻俾佢哋咯。呢一份俾蘇聯流出咗嘅契約就叫做塞克斯皮科協定啦。英政府唔單止自戰做咗保姆，暫時託管巴勒斯坦，佢仲喺歐洲請咗一大批人入嚟住，佢哋就係流亡歐洲幾千年嘅猶太人啦。因咩事要咁樣安排呢？就要追溯翻幾千年前啦。猶太人其實喺公元2000年前已經響呢個地區出沒噶啦，可以話係奧圖曼都未出世，猶太人已經響度住。長話短說，猶太人喺第1世紀同羅馬帝國嘈交，結果被逐出咗呢一片猶太聖地，散落咗去歐洲各地。幾千年嚟，佢哋都係無家可歸。一直以嚟，猶太人發夢都希望有朝一日可以重返家園，建立猶太國。佢哋認真到係發起咗一場運動添。呢個復國主義運動最終就引起咗英國嘅注意，仲獲得官方大力支持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，重建家園添。呢個就係好出名嘅貝爾福宣言啦。收到呢個喜訊呢，長期受種族歧視嘅猶太人立即就用翻祖家啦。但係巴勒斯坦嘅阿拉伯人就覺得唔係話建立阿拉伯國家嘅咩？點解變咗搞猶太國噶？但係太遲咯，本身響巴勒斯坦佔少數民族嘅猶太人口呢，大幅增加，就係呢個人口比例劇變，引起咗無日無之嘅大規模流血衝突，經常會出現阿拉伯人同埋猶太人之間嘅殘殺事件。英國最後撳唔住兩股勢力就，我撇先啦。聯合國就補上，夾硬通過將巴勒斯坦一分為2。根據地圖顯示，淺色地段係猶太國家，深色係阿拉伯國家，耶路撒冷就國際化。好，我哋順一次先。當初英國就應承咗侯賽因，話幫佢建立一個阿拉伯國家，但係後尾就同法國瓜分咗，然後又請咗一班猶太人入嚟巴勒斯坦住，搞到區內嘅阿拉伯人好唔忿氣，於是佢哋就同猶太人大打出手。最後英國都搞唔掂，就直接行咗去。聯合國就出嚟同兩班人講，唔好嘈啦，我哋將呢一塊地分為2半。於是以色列就係咁樣誕生咗，但係以巴衝突從來冇解決過。For the third time since its birth as an independent state, Israel is embroiled in a war with the Arab nations that surround her. 巴勒斯坦人從來冇承認過呢個分割方案，幾十年嚟，佢哋聯同其他阿拉伯國家呢一齊對以色列發動過好多次戰爭。不過打唔贏不特止，仲俾以色列佔領咗好多土地添。其中最出名嘅咧有約旦河西岸、哥蘭高地同埋東耶路撒冷。
大致上係咁啦。以巴雙方都同熱愛這片土地，各自都認為係天命所歸，各自都願意盤咗條命去攬住呢個地方。巴勒斯坦人呢逐漸就被邊緣化，好多仲變埋激進分子，包括80-90年代上位嘅武裝分子哈馬斯啊。過去10幾年成功掌控咗加沙呢一邊嘅巴勒斯坦，獨自建立出勢力。以巴衝突呢個結其實都唔太可能解得開噶啦，不過唔代表冇人想去緩和局勢嘅。但係通常一啲激進分子傾向認為任何和談都等同係出賣自己人，所以出現各種暗殺行動啦。巴勒斯坦人而家就只係剩翻呢紮黑點啫，其他阿拉伯國家因此都同以色列冇計傾嘅，咁多年嚟都唔承認呢一個國家，除咗約旦同埃及，因為簽咗和約啊嘛。隨後再簽咗阿伯拉罕協定呢，就多咗2個阿拉伯國家同以色列破冰，巴林同埋阿聯酋。今年9月呢，仲想拉埋多一個區內大佬沙地阿拉伯添。咁代表啲咩呢？呢啲昔日敵人會開始建立外交，亦都可以喺各自嘅領土上面開公司同埋領事館，會有直航機啊、旅遊業等等。咁樣無疑對以色列嚟講會係一場勝利，但係對巴勒斯坦人嚟講呢，等於一巴冚埋嚟。所以好多專家都話，因為哈馬斯唔想見到呢啲畫面出現呢，專登就揀喺呢個時候炒我哋，喺10月7號對以色列發動大規模入侵。Hamas has launched a surprise attack within Israel's borders overnight. 而以色列都唔打算坐以待斃㗎，毫不留情喺呢個武裝分子嘅大本營加沙地區進行史無前例嘅空襲，封鎖所有邊界嘅出入口，斷糧、斷水、斷物資，仲斷埋電，製造出超大嘅人道危機。The toll keeps getting worse. More than 1,500 lives lost in Gaza, 1,300 in Israel now reported killed. 呢段時期，全世界都喺度關注緊，到底呢一次以哈衝突會係好快完結啦，定還是係牽連成個中東嘅地區戰爭呢？